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動漫文潮又同大家見面啦。今集農曆新年特典係由小弟齋藤主持嘅。各位睇到今集嘅預告呢，其實已經知道我哋將會討論嘅作品就係呢個 V 型電池盒，而香港呢係譯做呢個太空五虎將嘅。咁講翻去年嘅12月啦，本作品呢就推出咗一款港幣4000幾蚊嘅豪華產品，就令到好多嘅師兄呢可以補完童年回憶之餘，而 Bandai 為咗幫助呢個豪華產品嘅促銷呢，更加將部分嘅集數以呢個高清嘅格式喺呢個官方嘅頻道播出。咁樣除咗可以令到一眾嘅師兄重拾回憶之外呢，更可以令到新一代除咗可以從呢個電玩超級機械人大戰中知道有本作品嘅存在之後呢，更可以直接欣賞呢個相關嘅故事嘅。咁話說咧，小弟喺呢機緣巧合之下咧，從一位師兄嘅口中咧，發現原來 V 型電池盒並唔係小弟喺之前嘅集數成日都講嘅70年代嘅機械人作品大多數都係外星人或者怪獸侵略地球，然之後主角駕駛超級機械人對抗敵人，甚至消滅 Big Boss 㗎啦。用喺 V 型電池盒頭嗰26集呢，都仲可以講得過去嘅。咁但係喺呢個第27以及第28集開始呢，本作品呢成功由呢個兒童向呢就步入呢個成人向，亦都令到呢一部超級機械人作品呢就成為呢個長濱巨大機械人3部曲當中呢開始有呢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嘅成功編劇嘅元素。咁首先釐清一下先，本人呢對於另外嗰兩部作品呢，超力電池盒以及鬥將大武士嘅認識呢都唔係太深嘅啫。咁雖然超力呢亦都曾經喺呢個官方頻道嗰度播放過，而小弟呢對於超力嘅感覺呢仍然係保留喺呢個早前嘅描述當中。咁但係相反呢， V 型電池盒以及呢個鬥將大武士比較有故事性之餘，亦都可以令到觀眾喺欣賞作品之後呢係有更多思考空間嘅。咁而家就同各位講述一下嗰個思考空間究竟係咩回事啦。咁話說呢，阿岡健太郎呢原名就叫做拉格爾，咁港譯呢就叫做江大海。咁原本係一個拔山星人嚟嘅，咁我哋以下就叫佢做牛角星啦。咁呢啲星人呢，佢哋個頭上面呢就有對牛角嘅。咁而嗰個星球呢，亦都係一個好重階級觀念啦，以及一個獨裁國家嘅星球嚟嘅噃。頭上有角呢，就係貴族，唔單止可以擁有理想嘅生活，更加可以立法立憲。就算最差嘅牛角星人都係參軍嘅啫，絕對係可以改變到國家嘅，甚至呢個牛角星嘅命運。咁相反，如果頭上面冇角嘅咧，就慘啦，就只可以成為奴隸，就從事一啲例如礦工甚至服侍啲貴族等嘅比較低下嘅工作。奴隸嘅大多數都係俾人虐打有啲可能俾人打死咗嘅都為數不少啦。咁講翻阿拉格爾嘅父母咧，係咧頭上有角嘅貴族嚟嘅。咁但係喺佢出世嘅時候，竟然係發現頭上係冇角嘅，咁弊啦！點解呢個係咩？究竟呢一個係咩概念嚟嘅？咁最初身為爸爸嘅就諗住想將呢個細路仔就殺死啦。儘管佢係有機會成為呢個正統皇室繼承人都好啦。咁但係阿媽媽就話啦，咁佢係我哋嘅仔嚟噶嘛，咁如果你要殺嘅，咁你就殺咗我先啦。咁爸爸聽到之後都明白到佢都係自己嘅細路仔嚟嘅啫。咁為咗要保住個細路嘅生命呢，咁就唯有就要求一位貌似博士嘅物體啦，就幫個仔呢就配上一對牛角。咁呢啲係咪真係叫做有權有勢就可以瞞天過海呢？好啦，咁拉格爾日漸長大啦，咁見到好多頭上冇角嘅
就只會係成為奴隸啦。咁對佢哋深感愧疚之餘，自己嘅內心咧亦都更加忐忑不安嘅。咁翻到皇宮就同個母親討論啦，或者談及呢個奴隸嘅問題嘅事，亦都因為自己係同樣都係冇角嘅情況，就同個阿爸就炒大鑊啦。咁之後阿拉格爾就離開咗屋企，同佢相戀嘅貴族女子阿羅莎莉亞就傾訴呢件事。咁當阿羅莎知道佢頭上係冇角嘅時候呢，佢都冇後悔過同呢一個好人去相愛喎。咁睇起嚟呢，阿拉格爾係呢個人生勝利組嚟嘅。咁但係好人真係可以一生平安呢？新任嘅皇帝最後就確定由呢個拉格爾去繼承啦。咁但係總有啲人啊就會對個寶座啊就虎視眈眈噶嘛。咁希望就可以揾到拉格爾啲黑材料啦，然後再奪得呢個帝位嘅。咁而呢一個想奪得帝位嗰個呢，就係叫做茲桑巴吉爾嘅。咁唔知係咪因為天意嘅安排啦？茲桑吉巴爾就將當年就幫阿拉格爾配牛角嗰個博士就捉走咗，然之後就用嚴刑拷打，令到阿博士就供出拉格爾原來係冇角嘅。咁喺呢個牛角星嘅帝位登基大典當中咧，就踢爆咗佢呢個秘密，咁就將呢個拉格爾咧就貶為呢個奴隸，就順手送佢去礦場嗰度做苦工啦。做奴隸啊，唔單止要做苦工啊，仲要俾嗰啲牛角士兵鞭打都係日常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又發現咗個疑團喎。咁喺牛角士兵咧佩戴嗰個頭盔咧，究竟係喺佩戴嘅時候左右吸上去啊，而令到個牛角外露咗啊？定係有另外一啲設定嘅呢？即係希望如果有啲比較專業啲嘅師兄呢，就可以指教一下我哋啦，好嘛？咁講翻啦，咁冇幾耐之後呢，其實可能係啲奴隸忍咗好耐噶啦。咁佢哋呢就決定呢，就發動呢個革命，就同一眾嘅牛角士兵呢就互相攻擊。咁但係由於牛角士兵咧係有增援啦，以及全副武裝啦，咁咧喺呢班冇角嘅奴隸咧就不斷節節敗退啦。而當中嘅首領咧就叫阿拉格爾咧，不如你坐飛碟啦，離開呢個牛角星啦，希望佢可以留翻呢個有用之身，他日為呢個冇角嘅奴隸咧就去平反啦。咁阿拉格爾就好無奈咧，就坐呢個飛碟就去流亡啦。咁漫無目的地咁樣飛下，咁結果咧就唔知係就命運嘅安排之下咧，就嚟到呢個太陽系嘅第三行星地球咯噃。咁飛碟降落喺呢個地面嘅時候咧，就咁啱就俾阿光代博士發現，就救翻咗一命。咁之後咧，佢就改名做呢個叫做江健太郎啦。咁亦都同呢個江代女士咧就結咗婚。咁之後亦都生咗包括主角嘅三兄弟。咁由於佢仲係好擔心牛角星嘅情況咧，咁當阿江健太郎三兄弟仲係好細個嘅時候咧，就決定坐翻嗰隻飛碟咧就翻鄉下。或者可能佢知道啦。當年相戀意中人，大家性情近，就已經咧就有咗自己嘅細佬。好啦，咁正話就提及過江健太郎嘅舊愛阿羅莎莉亞就獨留呢個牛角星嘅時候，原來就早已經珠胎暗結，並且生咗一個仔，就名為呢個海尼爾王子。咁香港咧就譯到呢個布力斯王子嘅。咁最諷刺嘅就係啲牛角星人唔知係咪為咗想開疆闢土啊，定係想尋找更多嘅奴隸嚟去補充呢個勞動人口呢？就派出呢個海尼爾王子咧就尋找呢個新地方。咁結果嚟咗呢個地球啊，咁跟手進行侵略啦。
咁喺頭26集嘅 V 型電磁俠咧，同呢個獸氏之間咧就不斷就上演呢個戰鬥。咁原來亦都係同父異母嘅四兄弟喺呢個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就足足激戰咗即係40集啦，總共就嚇。咁講翻啦 ，V 型電磁俠頭嗰26集嘅故事咧，就絕對係一兒童向嘅好例子嚟嘅。咁啊，有雲呢個正義英雄保衛地球、消滅怪獸。咁啊，唯獨是就第2集就會有少少例外。咁啊，江代博士即係阿媽媽就為咗保衛地球而犧牲咗自己。咁呢個劇情咧就相當之令人感到惋惜嘅。咁而命運咧就令到主角們咧就更加有個堅定嘅決心，先至可以保衛地球。而呢一個安排咧，亦都睇到呢一班編劇咧原來都幾細心嘅。好啦，時間又翻去呢個牛角星人侵略地球之前啦。咁其實自從岡健太郎嘅出現，令到地球嘅一班科學家以及地球防衛軍知道外太空係有牛角星人嘅存在，所以佢哋就用咗呢10幾年嘅時間，努力去為牛角星人可能嘅侵略作最佳嘅準備。雖然用短10幾年時間嚟到研究同埋製造一部 V 型電磁俠，以及興建呢個大鳥島基地嚟抵抗外敵，甚至反攻牛角星，令到呢一個階級觀念嚴重同埋呢個獨裁國家消滅，講起嚟嘅好似係有啲神話，但係呢一段故事呢，為咗日後嘅故事創作呢，亦都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基礎，以及令到我哋可以反思一下究竟國家、人民與權力之間嘅關係等等嘅。V 型電磁俠由28集開始，令到觀眾上咗一堂好簡單嘅歷史課。而呢一部作品喺今日嘅菲律賓亦都引起咗一個刪剪結局嘅風波。咁所以咧，小弟咧就以後都唔敢再講話乜嘢70年代嘅超級機械人作品，大多數都係外星人啊，或者怪獸侵略地球，然之後主角駕駛超級機械人對抗敵人，甚至消滅 Big Boss 嘅呢啲傻谷傻説話啦嚇。咁好啦，今集動漫文潮嘅新年特典 V 型電磁俠嘅討論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咁歡迎各位可以留低一啲建設性留言啦、讚好啦，以及 follow 動漫文潮嘅 MeWe、Facebook 以及 IG 嘅。咁而至於下一部嘅將會推介同埋討論嘅作品為邊一套呢？咁就請各位留意動漫文潮嘅 MeWe、Facebook 以及 IG 嘅公佈啦。另外，本節目已經可以喺呢個動漫文潮 YouTube Channel 可以收睇得到㗎啦。所以請各位繼續收睇以及支持我哋啦。今日新正頭，咁動漫文潮就祝各位身體健康，好人平安。好啦，今集動漫文潮告一段落，下集見，拜拜。如果各位喜歡動漫文潮嘅話呢，請先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我哋嘅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G、MeWe、Friends 以及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最緊要咧就係撳埋個小鐘仔啊！當有新嘅集數嘅時候咧，就可以通知到大家。另外，我哋亦都有呢個 Patreon 嘅專頁嘅，有免費，亦有收費頻道嘅。收費頻道相當之平嘅，只需要港幣25蚊一個月。我哋會不斷上載會員獨家嘅文章以及影片上 Patreon 專頁嘅，請各位多多支持，讓我們可以持續發展。再次感謝各位收睇。